大齋第四主日，自由。加拉太書5章1節上，基督釋放了我們，為了要使我們得自由。約翰福音8章32節，你們必定認識真理，真理必定使你們自由。大齋期第四主日嘅主題係自由。基督徒嘅自由係藉住基督喺十字架上嘅犧牲而得嚟嘅。約翰福音8章36節嗰度話，所以神的兒子若使你們自由，你們就真的得自由了。我哋由神嘅兒子得咗呢份寶貴嘅自由。保羅喺哥林多前書10章29節嗰度話，我說的良心不是你的，而是他的。為什麼我的自由要受別人的良心論斷呢？所以呢份自由係唔能夠被濫用嘅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，就正如保羅喺哥林多前書8章9節咁樣去提醒我哋嘅。然而你們要謹慎，免得你們這自由成了軟弱的人的絆腳石。先知以賽亞喺61章1節就宣告，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，因為耶和華膏了我，叫我傳福音給困苦的人，差遣我去醫治傷心的人，向被擄的宣告自由，向被囚的宣告釋放。英格羅就認定呢份自由係由上帝而嚟，係獨一無二為人去制定嘅。佢話：看啊，他創造了群星，安定了寰宇，又給他們制定了法則，但卻對人說：我將自由給了你。正因為呢份自由係由神而嚟，神係聖潔不可冒犯嘅。馬志尼因此就認為，真正嘅自由唔係選擇去行惡嘅權柄，自由嘅代價係責任。我哋既然有咗自由啦，就應當負擔我哋因為自由選擇而帶嚟嘅責任。呢個係令到我哋比萬物高一籌嘅恩賜，亦都係我哋行為具有道德價值嘅基礎。但願我哋能夠善用神所賜嘅自由，唔辜負咗嗰位將自由賜給我哋嘅上帝。正係因為濫用自由，我哋選擇咗罪惡，所以基督第二次將我哋由罪惡中釋放出嚟嘅自由賜咗俾我哋，令到我哋能夠因為信佢同埋接受佢嘅生命，獲得更高層次嘅自由。主啊，願我唔辜負呢份第二次嘅恩典。阿門。